小姐您好，如果您不是来消费的话，请移步一下。挡在门口的话，我们也不好营业。不好意思，我在等人，等一下就会进店看看的。看雷不满，真事儿多。雨欣，你也真是，在这里就不用戴口罩了。啊？您是林院长，这位难道是韩雨欣小姐？对不起，韩小姐，林院长刚才怠慢了，里面请。另外，韩小姐，等下能给我签个名吗？我是您的忠实粉丝。